名的少年仔火气真粗，徛伫咧台南第二监狱门口大声话，都惊会拍起来，警察搞大戏，继续伫咧现场安打大家心情。原来这群人伫咧监狱路边放几排烟火，诉求警察主动。啊，场面办甲遮尔正样，全部拢是为着迎接这个人。穿白衫细嫩的受刑人，假小红放出来，花头喜面，笑眯眯。捌伫咧台南离监拐过出现时，就老20个兄弟啊，想要放炮甲迎接，双方主动。这群人就真袂爽，甲警察包围起来，佮叫对方面歹听话。代志发生伫咧昨下晡5点外，警察紧调快打部队来现场支援。不过无10分钟，这群兄弟啊，早就已经带细嫩的受刑人离开遮。烟火准备要释放，那这个部分已经危及到我们机关的安全，也危及到一般的民众的安全，所以我们才特别请他收起来。所以冲突就从这边产生。本分局现正对知识民众身份及犯行深入调查，严正执法。伫咧监狱前，好打闹事，态度真唱秋。警察强调，当事人的行为已经犯妨碍公务，会继续甲这群人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